有時我哋會懷疑自己係咪真係可以行得落去？有時唔係唔想跟隨神，只係覺得自己太軟弱。聖經咁講嘅，那召你們的本是信實的，他必成就這事。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24節，呢節經文提醒我哋一件事：信仰嘅重點唔係我哋有幾咁堅強，而係呼召我哋嘅神有幾咁信實。神唔止喺你呼召開始，佢亦都承諾會陪你行完全程。你可能依家行得慢，可能跌跌碰碰，甚至懷疑自己係咪走錯路，但係神冇放棄過你，因為你嘅生命唔係靠自己完成，而係交喺一位信實到底嘅神手中。信實唔係代表你一切都順利，而係無論你喺邊一個位置，神都仍然與你同行。今日你唔需要逼自己做得更好，只需要相信一件事：呢位召你嘅神必定成就佢開始嘅工作。親愛嘅阿爸天父，當我感到有軟弱、迷茫嘅時候，求你讓我記得，唔係我嘅努力找住你，而係你一直以信實嘅手托住我。你呼召我，並唔係因為我已經預備好，而係因為你已經為我預備咗道路。你既然開始這工，亦都必按照你嘅時間同心意去成就。我將眼前未明白嘅事，將我未行完嘅路，將內心憂慮同不安，全部都交託喺你信實嘅手中。求你引導我今日所行嘅每一步，唔係出於恐懼或者勉強，而係回應你早已預備嘅良善。我願意相信，召我嘅主本身就係信實嘅，你必成就呢件事。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